我係改鳳，我係一個小說家，做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跟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看暗上風法，我係改鳳。今日呢，老大家邀請嘅係一個當特殊嘅朋友。將介紹以前，我想問大家一句話：你有好好嘅看過一堆葉貝跌到體內以前嘅過程？做乜人問咯？我知道今日請來係一個客家嘅女詩人張芳慈。詩人係乜嘅？我知道詩人就係捕捉一片葉子跌到體內以前所發生的變化。所以你今日來談一下，你用客家嘅文字來寫詩，你要用這個詩歌去表達這個作為一個客家女性嘅當度想法。先請芳慈姐來老大家打下招呼。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張芳慈。芳慈姐，那就先剛一開始談到，我知道就係我這個特別想象一個詩歌的時候，就會一個畫面，就會一片葉子慢慢按鈕在飄落滾動的過程掉到地上，又被風吹走。對一個詩人來說，我知道呢個過程其實是為了一般人看到嘅感覺冇困擾。當然就開始講詩以前，我知道其實應該要談一下這個成為詩人以前的些時嘅背景。頭先一峰講對講一片葉子透在風中都體內嘅構牆，迄是冇唔錯。對講能投身發中，允許去觀察，也對講萬事萬物的變化同生命經驗對應，那個就是表現夠強的哈，你能夠跟人家與眾不同，因為有你的生命經驗了。當然大家嘅生命經驗都冇窮款啦哈，像我填寫到我套時間，我可能頒布到頒12次的頒獎。搬家呀，係啊，都曬來曬去啊，所以我一拍講我就唱游牧民族啦。當然能抗議處處為客，處處是家嘛哈。不過呢種經驗對我來講，可能我同學我國小讀過3間學校，國中嘛讀過3間，唔係講，不過唔係因為就是被退學才轉學啦哈。所以講一方面係也愛爸爸教書，做阿妹幾多做到修女啊，做到生理啊，都維持生活呢。都因為呢，本來個熟悉個較多嘅無窮款嘅風景，無窮款嘅人，當然你剩餘時間冇乜嘅好教嘛。所以從下來都會不，對講完全是靠想象力過生活。很想。係啊，像因為我自己有關嘅生命嘅經驗，個對講聽聲音都也係對講生活嚟一個夠強我感覺當然我係一個當敏感嘅人，係對講乜嘅都感覺一生氣啊，就是非常好奇，對這個事件充滿好奇，所以變講不會看，會想。我想其實好奇正經就係創作者當充有一種內在因素。所以我一開始用一堆葉貝在風中落地，一本風吹走按樣一個過程一對應到芳慈姐一個詩人的成長，其實就會流動啊。就一個流動的過程，因為第芳慈姐規則生命嘅背景有的時候就想起到葉貝按樣，望落地就是很多印轉的來，因為反轉
係咪落地啊？真係係咪落地？落地要行會要縫嚟，這個帶點做吼。不過，在係咪真嘅落地以前，其實係啲反正啲下係老師這樣退休下來，錯冇？所以私人老師嘅兩種身份，對方自己嚟講有乜嘅特別冇困擾嘅地方？我頭家係教美術嘛，美術方面的哈，我從小當老咧，對能聽講嘢哈，嘛當老咧，我面對係學生，因為根本係對講天真活潑嘅部分，講寫作嘅人哦，天真赤子之心有部分，過來對講活潑性，學生係多元的嘛。跟來自不同的家庭哈，家庭冇共款，跟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想法冇共款，係講對講，能面對係對講，佢係個生命，當然都冇共款，當然都多變化，係講基本上見到係藝術品，哈，對講好等係係教書啦，如果教美術哈，教藝術方面，比如講完全是在一種隨時面對挑戰，哈，也隨時在一種對抗。所以講對抗給唔係講對抗外在世界而已，當然體制那個部分也是一種對抗。對抗自己已經成為昨天的想法。也講差別高的聲音，做乜不要那問題？我頭根本也教授噶哈，係咪？就說我是在對抗我自己的觀念想法，邊個一套東西其實都係抓創作。談到創作，我之前講起自己係一張美術老師，你有冇試着？你有冇用美術的創作為載體來完成自己的創作？反而選擇一隻詩歌那樣的載體。基本上吼，我都係冇細件嘅啦。我講佢講做視覺藝術創作，基本上佢要帶較重下。我好對講，做藝術創作其空間吼冇法度講細像能寫作到哪一級別。然後手機也講天咯，係啊，有一種做安尼都當好咧。唔過對講畫圖也講做其他。造型藝術來創造，它基本上是需要一個倉庫的，有個一間倉庫。我講當然我嘛要紀念，我已經有發表過2次個展了。台大詩歌節我也做了一個策展，它是結合視覺藝術跟詩，兩下的創作其實都是在跨界，對講其形式跟媒材，其實先重要的那樣內容，係啊，所以變講，嚟講對講，倒不必去拘泥講嚟係專業嘅項目嘅，我下次本來都行那條路。不過對講挺學生時間，手拿2支筆，畫筆跟文筆，然後其實2支筆都帶給我很大的快樂。因為這些譜的一支筆，才能製作下詩歌嘅，係啊。不過方子姐，你這個下詩歌哈，你這個有用母語創作，沒有用華語創作。那兩種原則上，其實對第一刻發言人嚟講，係兩種冇困擾嘅語系系統啊。講真，而家嘅思考方式，能夠用字嘅方式，其實原則上。也程度做嘅地方，其實根本性有一些嘅差別，咁樣。你用隻頻道去兩個切法內容。你種學到講，我認為係你啦。佢講家下感情，我都用那母語客話來思考，我都當詞言都用客話寫咧。當然，人咩講按詞言來構強，都係講我聽華語創作。差唔多寫19年嘞，每下人係母語嘅客家運動開始吼，都20年前嘛，嚟家下嘛講，人進度到一個太問題咯，偏向是先發講嘅話，唔免我寫出來嘅。
啊，每项来部行到客家人部分都讲921地震，921地震之前，来都其实都已经是有在萌芽啦，一种想法都讲，难道我只能用一种语言，用一种这种文字，就说所谓的中文的书写嘛？当然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能客家运通。啊，过来都会讲来，甲下嘛有个机会去编课语教材，无吼，从下不是讲哦，爱都得很你讲事喏，系啊，因为甲下安尼嘛，当到学习讨论嘛，啊，不过个教事又天又打唔出，系啊，所以安尼底下都会讲，上来写客家嘅文学嘅作品，啊用客话来写。其实心态的问题还是用词，还是用词的问题哦。各位观众，其实今面你好，按你用谈的来讲哦，他们，他可能就谈出了一些等于兴趣的事情。所以讲，按你用客话来写诗歌的时候，那按这个用华文来写诗歌的时候，就会挺基础的地方，对于乜嘅冇不一样咯。而且海节的时候啊，你这个人慢慢来谈，客家用词这件事情。到底老下诗歌有乜动态的差别？我想还有一些这样的情况，自己让你谈一下两部分的问题。已经是我们只能往前走，没办法往回的。系啊，所以变讲吼，也系个爱迄较用一个乐观、较期待的看法。所以我认为啦，就是说文化跟网络这种关系来讲。我觉得是可以相辅相成。阿妹嘅新皮红外来外去，用北京话注音写嘅出手，地度将南，阿妹无奈何嘅目睭，中文写嘅字无多，但腔未讲卡。阿妹用清态嘅勇气，上网同埋写信，交一篇爱嘅语言。我看唔是，甚至介意唔是。当时佢学习查字典，至今本来了解，爱形容上无容易表达嘅。请求了后，我将突出一封外来外去嘅信，我办水结果。阿妹对每啥嘅爱，阿妹对每啥嘅爱。各位观众朋友今日了解一开始是个先谈方世杰念的给阿俩书客家的诗，很多阿妹嘅信，其实一开始是个系用华语来写，系会将来转过来哦。刚刚谈方世杰念么，那所以咧诗歌底边其实念咩做一只妈妈吼，利用汉诗写诗，咩唔啲呢？用文字来表达佢对某一种思念也好，一种爱也好，冇办法用文字去表达，佢就用其他方式，用注音啊，用所有方式，是等你写一封信那本。张律师冇用画图我说其实从呢一点来看谈到文字就讲，因为唐念了客家诗，佢。前身本来系用华语写过的，再过用客家诗来转过来，其实它转化一个过程里边，方世杰这个有读到乜嘅情感表达的困难，会有哪问题？有啊，其实用所谓能客话来创作吼，我自家试过的讲，一开始都用客话的思考来写。所以我喺签我都中下都会讲，我写客话、客语的诗，我都尽量都会讲直接用客语思考，尽量冇又过再翻一次啊。其实最那本书，香港嘅书名都天光日，其实我是都其实按你客家话讲天光日，其实就会讲天光日，就是明天的意思。那明天这两个华语的文字就是。隔一天了，因为客话来讲是个天光日，
其实就会天空光亮的另外一天。好，按你用来老师插考来看的吧吼。也天光了，其实里面有一张诗意的地方啊。冇唔错。不，作为一个诗人哦，是那一个创作者，你在下史稿的时候，应该会劳动多研究客家文史的专家们进行沟通。所以老按样的文字学专家进行沟通的时候，然后这个诗歌创作有冇个冲突？有一场我咁讲，挺难啊咁讲，因为两下天楼以外是又打唔出来。专家佢讲啊，用那只诗，唔佢对讲，嗰只诗天楼打唔出来啊，啊冇对讲，打得出来。但我全过一本噶哈，那个字是空白的。有挑剔。每项我想，我冇法吐好等，创作的个灵感想法是非常快速及时的嘛吼。所以我两下对讲，我书写习惯，编我自家习惯对讲，我就直接先写，其实先同其他想法写出来。我想用那件事，我都会用那件事，所以说，刚好心态啊。用完了就说我是作者嘛哈，我那时候我心态用完了，当然客家人的文史来学家专家哈挺认真，一般同件开会哦，一家事都是讨论半点钟久到1点钟久，所以讲这个也有个好处，就是讲大家都想亲好哎，因为所谓要成为字典噶哈，当然。它要更具有公信力嘛。我好像我是都好写诗的人吼，因为佢写诗较少的吼，唔像写小说的人嘅诗较多。佢用的诗本来就相对来说较少，意思就讲佢我较想要用较准的诗。咧10年以前就是写诗歌的时候动这一个基础的想法，就讲我应该要用较准的诗，我读到讲，我想用这个诗，不过这个诗就签唔到，我有安样的问题吗？也一定有啦，一定有。系啊，不过刚像我哋下个看我自家写的一本，嘛签到唔错的诗啊，系啊。不过我因为嘛唔怕对讲，安尼佢讲再版，也讲将来有机会吼再修正。我读到你有问题吗？因为像人方子姐讲的，你看这个看的时候，我试到讲嘅地方有唔错的地方，不过你讲唔错吼，有可能会因为呢字典被打造出来，大概有一个约定成熟用诗的习惯嘞，就用了诗了老字典底部，客家是字典底部是对照的时候，怎么想讲啊？你冇对准这个字典底部用的这个诗，不过一开始你对创作的时候，冇听这个诗。原来用这套师傅还有感情？也嘛还不一样的，没有可能哈。所以讲一开始能用直觉啦，因为人家是就是我情感上的那个字，不过对讲专家认为什么说文解字啊，什么形音义该得到个吼，那个本给打扮方法，不过对讲当然学术讨论也讲批评评论。我是认为，就是我们身为作者是更有，我是愿意去包容不同的想象跟声音啊，变讲那个是另外一个部分。不过我是为到我的感情啊，维持较完整的一个讲法哈。像我谈到的地方啊，这个想法就有一些些那么可以哦，因为我想到嘛，我想到像美国哈有当多像饶舌歌。饶舌歌其实佢咩写，对佢来讲，佢街头上的诗歌啊，当多年用安样写饶舌歌的方式去表达佢自己对社会不满，对当多枪械啊、毒品啊当多的问题哦。那到饶舌歌手佢对写诗歌的时候，写词的时候，我是到给饶舌啊，给个诗哦，他像诗歌，他唔像歌曲，他像诗歌。那其他的我其实我这个创造出一些他美国诗里边没存在的诗人，就罗马拼音里面不存在的字，给创造出那个字啊！一个歌手唱，另一个歌手唱，100啥、1000啥、几万啥对唱时，佢就开始用这个诗来取代那个原来的诗。
等到时间绑长的时间，给他诗就变到新的一个诗，就太麻烦的用了在街头当不产生的字，因为给他影响力有点太美，给他诗歌就改变了原来文字的一个给个用法，因为其实都用了诗，喊啊能够代表你哈就美国街头底边给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情感感觉的这个问题哦，所以我就是说每一种创作的过程哦。所以其实他尊重讲创作者做的用一个更大的面向，去开创一些新的东西。还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当然也会做当多种计算的吼，你做俩诗的时边，其实用俩个诗的目的，然后跟那一只诗没无困样，因为这个印象在古典诗底边，用一只诗用在无困样诗人的诗歌底边，个意思系无困样的。应该像那种意义可能老下呢谈论诗歌的改变，其实有一些关系。因为相当按样一只新平台啊，就相当讲，其实他当到后上你读脸书上面打开，当的诗，当年就是当奇怪诗出来哦。其实以前没模图嘅安尼活用这点地方，像王子姐，你这个用量来看，按样一只诗歌的文字变到后上年的那种时代的脸书平台按样来用法。两下网络哈，现在大概传播的速度是超乎想象，嘿啊，而且几个力量哈，真是难以估计啊。所以来讲呀，嘿个已经是我们只能往前走，没办法往回的，嘿啊，所以变讲哈呀，嘿个我嘿卡用一个乐观、卡期待的看法，所以我认为啦，就是说文化跟网络这种关系来讲，我觉得是可以相辅相成。像我从网络上下卡到来，我认为好像就很快就是会变成连友互动的一个话题。要讲他才能讨论个私人问题。如果你新语言、新的想法。像台湾人讲哇塞，声音就哇塞嘛个哇塞那样，那都应该讲你讲那怪嘞哈。不过现在事实上，人都底下嘛个意思，而事实上还有更多新的，就它是现象学嘛，对，它已经呈现一个现象了。对对。其实还一个我想这个请方子姐来谈的，其实还一个层次的问题，因为安尼他谈到讲用文字让去写诗，让去表达感情。其实他这样子来看，就是张芳慈作为一个客家女诗人，佢用佢自家诗歌去表达某个东西，我说你点去当成一个内核一个价值。我想下一段是给安章来慢慢的来谈一下。我想下一段你就慢慢讲给你自家作为一个诗人。甚至我可能是一个女主管，可是我觉得 Novo 卡可能系众人心 Q， 也讲众人阿妹哈，也讲我下去迪鲁客家社区里面的一些事情，来讲这个都是一个新时代要面对的新的课题，新的课题，考试。对。各位观众大家好，这个专栏呢，俺们上佛法的节目底边来今天呢，俺们请到客家的女诗人张芳慈来咱节目，其实甲谈到当多特别一种重要的问题，就是讲俺们谈到的，你下时代数位化的变化对一个诗人来讲有乜个影响？给他谈当多，因为俺们下使用当多社群软体，像脸书Facebook。按样的一个平台，其实写的内容全部算短的，短的方式，有时可以写来像写诗歌一样的。那它社群平台呢，像脸书，其实是一个新的沟通平台。其实就像问方子姐讲，其实对于一个写诗歌的人来讲，社群平台的产生，不能用的机会去沟通一个想要表达的事情。所谓嘅 Facebook 嘛我讲我佢对一种記錄生活嘅記錄係當好嘅一種表現方式。連友馬上就會有及時回饋嘛，那當然沒講寫嘅都一定係所謂的作品啊。
一般可能只是一时的兴致，也讲一时的想法。当然都是讲，能脸书上来讲，都是讲，它讯息传播非常快，我也能够非常及时的提供现在世界，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当然，真正的长的作品可能就不适合在这里，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发表。不一样的发生。我想，安尼两下提供，其实作为一个客家。什么样？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其实当常用诗歌来表达这个身为一个现代女性的当多想法。后面我记得其实就是方子姐有启动过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很多客家什么写历史写历史按样的一个计划。其实做老观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计划究竟样的一个发生。我突然想到，我想本大家看一种相片，对，一种录相片吼。也迄细汉个哈，我谈相公总嘛迄拿一支枪呢，一支猎枪，当然刚刚隔壁邻下迄泰雅族他们生活所需的猎枪嘛。我觉得什么人应该是拿花的啊，因为拿比如杜鹃花一样嘛，来发太凤发而不是拿枪杆的哦。我来上来可能从小都一个很细细来讲，我个性就是事实上我是还蛮中性的，也就是所谓的雌雄同体啦所以变个女性意识来讲，当然有爱所生能讲我的时代同阿妹个时代又不一样，我的时代更有空间，比阿妹个时代更含有较大的空间讲作为一个什么人，我完全有一个独立持久的一个能力，也部分的一个后等来上头了解时代。其实跟才能做么那个，做嘛还什么写历史。没写俩下，还能写未来呢，还写一个历史。也係安尼吼。我认为历史来诠释权一向都是男性主导嘛。那这个诠释权就是你的眼界，为你的下一代的眼界，他的视野在哪里？他是透过这个去掌控的嘛。什么人他也有诠释的能力，他也能够拿到麦克风，讲自家的历史，讲自家的对讲自家背景嘛，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随时在进行，当下就是历史，那也不必透过男性或者是别人来诉说，所以变讲这个计划都一讲有像当多人客家性来有一些大小主题不一样的去讨论所谓的客家文化，那文化我们谁来谁外都是共同去营造的嘛，共同塑造的嘛。当然女性的缺席，我相信嘛还能客家一个动态顺序。其实迄一只你看待事情、看待历史的一只观点问题，因为。确实以前其实他都做男性观点去看历史叙事，没用谁来想法去表达伊对这段历史嘅有嘛看法。其实刚刚方姐姐谈到当中一个关键字很多女性缺席，就客家女性的缺席问题所以其实这点其实特别对以前我想了可能。你还有上一批年，可能慢慢的还有客家女性意识的还有上年什么出来是给这个佢會主動去拿幾支麥克風啊。可能像安尼一批韓國照顧上一批媽媽嚟到吼，可能其他都原則上係冇話語權的啊。佢不管做副卡西也好，也給這個完成的某個事情也好，也係講其實給這個其實創作出某個東西也好，其實佢當時邊納到安尼客家寫來敘事觀點底邊來去思考佢，所以我說其實呢件事情係一個當難得的一個嘗試，韓國其實咩當難得的一個
一只要讲，最讲一只寻找新故事的方式。所以我就想到讲，其实安尼这个电视台其实以前我就记得我参与过一摆给给到大将徐蚌新医生的一只给电视剧一只前置的一个部分哦，其实也做引起做田野调查是个做其实请给大将的只 C 来。其实佢让嘅去做一只医生，也去求学过程，还不给让去支持一只棒球队种种的一只故事哈，别人来圆绕起来。其实他是有琢磨到给夫人，韩国的大棒给妈妈哦，让嘅用一只女性的观点去看安阳一只先生，韩国一只安阳的来嘅，给这个发展的成长史，以及其他都因为让嘅去看待其他时代台湾棒球的件事情。所以其实像安样的观点里，其实作为像方慈姐讲，其实一张男性的叙事观点，其实唔係講係一隻兩性綜合的叙事觀點。不過每次都安樣嘅觀念慢慢地改變。以前可能談都冇談嘅啦，那有可能講，就印象當中就會以前過年食飯嘅時嘅。給媽媽老婆就會請老闆張食飯嘅呀，一定就做下食飯嘅呀，佢唔會上作嘅。你東西哦，做細細因為我外長孫嘅哦，所以東西做得上作嘅。因為你係外長孫嘅，就會細來當家做得上作。有可能自家媽媽個老婆當下你用同佢做下食飯咯。係啊，骨頭 A 定啊你。其實呢也就會講一張我就聽說就客家女性在歷史上的發言權是缺席的了。所以其實我都蠻期待講安樣一件事情做得慢慢的發展開。不過談到兩點嘛，我就談到像我們講，因為你以前當到下就是男性的觀點去思考客家的題材，可以從方慈姐這個想法來講，不是說從女性的觀點來講，客家嘅題材不當局限嘛？我有兩個想法。我係當希望對講一套一套有每個人都可以拿起麥克風來詮釋客家。按老一輩嘅當然嘅嚟配件都係比如說勞碌啦哈，也講鋼田大南亞的事情，這個是他們的背景嘛。不過新一代的客家子弟，不管誰來誰外頭，你下都要頭群外做些較多嘛。比如我哋簡單講啦，台北像我台北這樣多東西台中安尼。你要唱經過，其實都經過客家鄉鎮嘛。你要寫的客家故事，唔係講一定是，對講要頭一個老總頭。這個其實這裡面醜否強一件事情，事實上它就已經是一種族群流動，包括所有的新舊世界的衝突也好，或者夾該就說一種轉換。剛剛是就是說，它是一種可以無縫接軌。那你怎麼樣去把這個時代這樣子的一個女性的觀點來結合起來？我是一個上班族，還有一個什麼？當我是一個新女性，投台北那麼競爭的一個世界中，甚至我可能是一個女主管，可是我覺得都卡可能我係做人心 Q， 也講做人阿妹哈，也講我下去比如客家社區裡面的一些事情，他講這個都是一個新時代要面對的新的課題。新的課題，確實。對，其實談到女性主義，好像方慈姐一定有講到女性的議題圖兩個詩歌裡邊，好像其實你做了念一首，你覺得就是跟女性議題有關那些詩歌，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夜拍花開嘅林暗。世界慢慢點清落來，一條路第八個同愛種下本50步棚加起來，其他也會說，按久以來，有萬人比我能夠確定無暗呢。某日講嘅暗不頭，我能是從天燈嘅神，空頭修燈做記號，都算樣選喜鳥。嘛愛能力尋到自家嘅方向，唔凊彩蹦蹦踩到是藤根，牽動自家嘅衛生，因此環境無隔實，實騰生命中發出嘅傾向，
唔系为到啥人，系为到本也有安嘅世界，伊说说安慰嘅梦想，让世界慢慢恬清落来。有万人比安尼搁较伫有暗呢？有万人比安尼搁较伫有暗呢？像我一般参加国际诗歌节，就是我用卡法来朗读嘛。外国诗人都说哟呀，跟他们所谓的中文听到的是不一样。那就是其实就是在行销客家。各位观众朋友加唐方子姐作为在客家女诗人托家充满了女性现代意识的一个客家诗歌，其实佢当有感通啦我这个想是讲诗歌其实一直以来长久以前其实是当好表达一种抒发情感的工具，而且你讲写诗就是要充满了那种 passion 就是一种热情去表达这种情感的。给大家笑，给小说他那散文某不用，诗歌就是要充满了那种情绪、充满情感的一种创作方法。不过，你看慢慢的因为数位化时代来发表诗歌给它封神模像以前可能要透过出版品，再有办法去看到图书底部写的诗歌，也图给报纸上会刊登的时候看到你写的诗歌。你看越来越多年，其实就很容易借着新的网络平台去描述给这个上下诗歌，所以你就一句话讲，写诗歌你比给读诗歌你还难懂，所以按样一个现象，方子姐请你往看咯。其实因为现象每两下都有啊，可能头摆都会写诗的都比读诗的人多，所以都讲写诗的朋友其实是很寂寞的。比如讲其写作品本人看到唔係很容易的事情。当然头摆都就是透过诗社嘛，诗社的发表也讲诗社的交流。比如一般嘛，同国外的诗社去做交流，用来方式。两下没有录都有个讲，其实直接就在网络平台上，就是直接做交流。当然两下同网络方式做的朋友进行进度。这样开始同网络发表个哈，我都先看一下的嘛个东西。看来看去以为我可能唔晓写诗。因为还跟我讲，接下来还诗就是会突然觉得说，年轻人写的诗，如果这些都是诗，那我真的不会写诗。都会讲，因为给来量又大很多很快速。当然，我认为啦，就是说我也写了20-30年了嘛我突然对诗是什么开始去重新去思考跟定义，当然，头摆恁讲写诗主要讲意象啊，要怎么样子去对，就是怎么样，就是讲恁看所谓的技巧跟部分。你看两汉语言现在是越来越口白，越来越就是直接能讲来发的，直接就是变成诗句里面的。当然，这个不是不行，不是不好。像我写的作品嘛，当中就是还蛮直接口语化。不过诗根本上诗的值是在哪里？它跟散文是不一样的，跟小说是不一样的。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诗？当然基本上给它感通也，就说你要讲的所谓的核心那个部分，你是在你的观点是什么？对于你下新时代诗歌来讲其实慢慢的时代在改变的有时个对于创作作品的认定，给它范围就慢慢的变广。变广没意思就是越来越杂会不会那样的去判断？你还没一个符合一个新时代的诗歌，其实可能这个隔10年、20年以后，会不会诗歌的评论家来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做一个时间点当中其实大
单纯下那个动作体是已经慢慢的也不足了哈，因为我哋当到诗人里面开始了嘅这个诗歌变成那一只老嘅剧场也係一種特殊的表演藝術，都結合一種新形態的詩歌出來，所以按樣一種新媒介另類詩歌回來另類詩歌，方子姐這個有乜想法？其實這個是形式的問題啦哈。那基本上我認為就是講，你詩作嘅作品的內容有辣情，有夠那個深度。那當然就是有的是用劇場，有還是影像詩嘛。等下後上一門東還有講影像詩。青州以前那個劉少儒老師也有用我的詩去變成舞蹈的一個表演的方式。因為這個都是可以，就是跨界合作，像來這個除了這些短詩以外，我也有再去醞釀一種就是詩句的這種形式去表現，所以變講導演這個時代誰用的東西青島，因為的講，除了你所謂形式的創意之外，最主要還是你文本這個部分的問題。剛剛談到一個點其實我這個懂認同一點就是講，不管用乜嘅文字來寫詩歌，所以我其實冇乜嘅，我當好讀詩，不過我這個寫冇乜好所以冇乜感覺。不過寫詩歌呢件事情呢，我這個直觀來想，其實跟文字有最直接的關係。因為做的運用當龐雜的文字的個前提底下，你做現在用難的詩，沒做的用現在用當簡單的詩，不過我聽到表達的叫情感的部分，遠上其實立體的、明確的、龐大的、充滿能量的。只是講有的你一些很難的詩，很隱晦的方式來表達出來。不過有的你就用當簡單的詩，不過佢講當沉的東西。我說不過按樣嘅文字樣啊，不去運用青島杯其實佢真正表達出來的東西係後背嗰個東西，唔係前面嗰個文字嘅修辭。我覺得大前提是講，做得盡量去運用含那度文字嘅時間，你做得去幫讀者去讀了詩歌嘅時間，有更多嘅想象的可能性所以其實你係一個當基本的事情。不過你談到讀者就會面臨到那一種問題，就是我第一個方子姐你下有的文字係圖客家話轉到華語嘅，有的詩歌係圖華語再個轉到客家話來嘅，客家文字來嘅，所以你按樣一個翻譯，然後這個同外國的翻譯詩歌有乜嘅冇困擾嘅地方其實翻譯這件事情，我認為係有必要啦，有必要去這樣做。像我一般參加國際詩歌節，就是我用客話來朗讀嘛。外國詩人都講，跟他們所謂的中文聽到的是不一樣。那就是其實就是在行銷客家。所以我剛剛基本上我覺得我們是文字創作者是像蜘蛛一樣，你怎麼樣把網織得大、織得堅固，然後你把自己的觸角能夠向外延伸嘛？那我想到我曾經講過說，我為什麼要寫詩，是因為我跟這個世界的摩擦。等於講，我們有時候是順着這個走，但是事實上創作的時候，其實我們是逆着走。逆着世界在走，所以你一定是有摩擦嘛。那這個摩擦當然是你就有各種想象了，所以就是說摩擦是發生一種比如說有衝突性，然後你從衝突性裡面去找到什麼你要部分。那導演從翻譯這個部分其實也是一樣，一定有這種所謂的摩擦。那事實上你透過自己就是說去。不管是解構、建構到最後，你
这样的一个摩擦的过程，你有时候会触动不一样的新的东西。其实刚一开始的时候，给方子姐有讲到一件事情很重要，其实现代人其原则上给个语言文字的系统。一定冇可能是单数的，一定是复数以上的。因为它现代文字的交流的过程本身其实给每一张懂单一化的交流过程，其实它就会透过翻译。对。你刚才这边讲，其实翻译嘅诗歌也还是小说你看嘅时间，其实那留一张问号就讲，嘅原文转译过来的时候，嘅原文的意思又就这一度他说其实你按照一张转译的过程，就创造了一张，你去思考一下运作文字的时间，其实这个语系本身一定是复数以上的。对。其实里面就讲到张方慈的在客家诗人都你节目当中了。其实咧还一本就甲方子姐给翻译成日文的一只华语诗歌的书，留声。你谈到青河波的时间，其实对我来讲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用去沟通客家那件事情，其实像张方慈方子姐作为一只客家女诗人，佢就会用佢自家的方式，用两本书底下其实有一些的诗歌，就会用客家话写出来的诗歌，再过转译成日文。其实按那个转译过程感觉其实某一程度佢就会开始本人去理解到讲，其实一只文字客家文字在诗歌运用的时候，给做产生那种的老华文字某昆样的一只思考方式，那种去表达一只新的感情推下底摆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请看那本书，看前面的网留声那一本方子姐给个诗歌翻译成日文的一本书。给妹妹当翻译做这强度方子姐过来节目底外，然后大家分享作为一只诗歌作为一只客家女性的懂读相反。其实给妹妹当可是都真嘅当上嘅第一事情。不过是大家下诗歌真嘅越来越辛苦。我是讲纸本的部分慢慢的大家出版品冇办法像以前那样更专注的在出版成书。张方石係一隻文詩寫出來嘅詩年。他挑佢寫出來的詩歌，就像一輛一輛無圈樣的衫褲，無圈樣的色，無圈樣的款式，但無圈樣的時間，做到其實鬧好。本佢無圈樣的面貌，咩本佢生出無圈樣的五官。詩年係啲樣嘅細看的人，佢凝視當世的事物。有可能是一隻白沙，沒有可能是一隻太鼻糖，沒有可能是一條曬到辣的糖蝦，會出乎某人的體面。佢突然發現到佢自己的聲音，發現到佢做一隻現代的女性，該當有嘅獨立的記憶，也做一隻本詩歌寫出來的生活。